哎，现在一激发很多，什么叫做一开口就麻了？我根本就不需要耳机，就可以感受到他要给我的感情。这才会这。哦，睇嚟同咗你唱歌一樣啊！對不起。扭一大力腿，扭一向下來，見唔見喺那個魔王鐵棍水？邊棍水？邊棍水，冇錯。見唔見啲動學佢？因為喺魔王都動會唱嘅，動會唱。還有加上安尼喺度潛水朋友全部都會適合所有貴嘅前3名嘅。演出水，你看一個比一個像明星誒。所以亞班演出水非常的好看，精彩，冇可能打上。魔王 PK 賽比賽規則：魔王初出2位參賽者進行 PK， 分數最大也係無達到88分嘅人暫時淘汰，評分就由評審開會，看埋二樣。今本夜評審欣賞有70位欣賞，羅桂麗欣賞，70位欣賞，黃怡欣欣賞。馬上嚟進行佢嘅比賽，唔錯。魔王一定當叫嘅。等下一下，從我的 TV 魔王嘅介紹蔓延呢？左胸拿出來。嚟。來了，我哋阿 V 有在金馬影展的樣戰呢，特別天樣節，擔任配樂師，哎呦，配樂師哦，金馬獎誒，還有哦，佢去過香港、印尼、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那條國家演出。嘿，我也去過啊，真的，你是要跟我們的魔王比較就對了，怎麼有種競爭心態？哎呦，殺了呀！去過這麼多國家去表演，那很厲害誒，跟冇簡單哦。對對，我最厲害來咯。他說他是你的，你還金主嗎？你的金主嗎？我的金主，還是你幕後代唱啊？啊？佢講給人家轉型跟幕後常進人。幕後常進人，你真的是自己唱的嗎？哎呦，總嘉玲來啊！總嘉玲哦。啊？我。今仔日到底這總嘉玲是誰呢？係啊。咱是唔是要該邀請出來？愛先和伊唱一聲，好不好？好啊。好，麻煩你來唱一聲哈。好。記得去年的熱天，你講擁有芯片。亞美常進人都帶很滿意呢，都帶很滿意呢，唱起出來。有唱一下來。有唱一個魏師兄。主持人好，好久見。哎呀，老師好，老師好。還有我專輯裡面哈，我要把新專輯杜芳有一條歌，很多辜負。辜負一條歌，就是我們魏大師所幫我寫。哎呀，真的，這首歌真的，有機，剛好碰到原作者，我嚟唱一下，我做得了，對嗎？哈，跟有董演威咯，唱小段可以嗎？什麼 key？ 我的那個說不在乎 F key， 好。一句平凡的話，卻讓我心碎。你何必來說我的對與不對？你能不能像我對愛義無反顧？至少我懂得怎麼付出。傻的時候沒有後顧，也沒想過怎麼出路。我堅守這條路，過去就讓它去，別再繼續回顧。希望擁有祝福，放心追逐。傻的時候沒有後顧。
也没想过怎么结束。我对所爱没有辜负。哇！虽然小强老师和弦弹错很多，竟然可以把这一不受影响的唱完。是，没有听过这首歌啊，完全没听过嘛。听过一次哦，哎呦，那你也是个音乐天才，小强老师。开玩笑嘞，哦，所以那个 demo 也是你唱的，哎，是我唱的，对，就是你唱的太好，我就哎呦哇，这首歌太棒了，马上就拿来用了这样子。哎，我还需要你哈，下一张，好，下一张麻烦了。啊，今天我们结束了干嘛的？结束了吗？我是来。对，我是来 PK 的，里面的周魔王了，来，恐怖箱拿着，恐怖箱拿出来一下，哎呀，魏老师6位惨衰朋友哈，哎呀，还没 Q， 还没事，就抽2个就好，抽2位就好，抽2位就好，看你抽到哪，看一下，看你要抽美女还是要帅哥？我想要美女，哎呦，美女是不是？他摇头哎呦，TV。哎呦，2个都抽出来，2个都抽起来，一次只抽一个一次抽2张没关系，一次抽2张也可以了，好。戏生饼，戏饼生，哇，戏饼生 TV， 哪个 TV 也买呢？哎呦，黄心宇，美女，我会让他，不要唱那么好。冰胜你也不用让了，因为他唱我的歌。冰胜来这里站好了，冰胜。是。好，哎呀，好。我真是想好好安慰你一下。老师在想说，想要抽到美女，就真的就抽到你了。哎呀，很紧张。没关系，他会让你。真的吗？我会让你，谢谢老师。我会对你狠一点。他让你，可是不让我。但你只能唱一次那你就忘词最输好了，然后让他们2个过，好不好？皮正老师。为什么男人都是这样？奇怪。很奇怪。好了，那炳生你的抽马狗，那个灯下屋，等哈屋。那新宇自由那条歌应该蛮适合你的。可以啊，后堂。希望加油！好，那老师就随便唱一唱。我刚刚不是唱完了吗？你这样唱完了，没有，直接评分了，是不是？没有，我这次会带来这个，年底要发专辑的一首新歌，燕刚，走盘，燕家不作伴，燕家不作盘啊，你讲会了呀？会了，对，你讲会了，好，来，弹一下呀，歌，来。总有一日，分一条地，都来有希望。哪有可能不错？爱上，叫你的安慰，稀稀疏疏，当当对对，全部心都有鬼。马上就讲很爱，马上就可能有你爱，马上不过你跳了了，就用一整个时间每一个全部都恋爱到了有几倍。cái mắt chú con thang khơi tôi tại hiện yêu nghiêng hà mô nghiêng xoay tham mà sang cây khi tôi có mà cài họ I don't care I still dream and be yes I'm a killer không thể yên nào men yêu ai yêu hay nhìn cái fever không nhát skin nào hey mù không mùi ngái bộ bèng nhìn tùy đến ngày tại đâu nghiêng cái nhìn sân bởi phố làng I do it for fun
带着漫出来嘅菜花，只條橋本年風流創意嘅本沙，望見咗你早啲準備 cos 聽嗌，探我老片一片模仿嘅熱擺。跳舞嘞，老愛嘅天幕打開，喂，電下舞，我絕對唔偏愛。我看安多愛的安多，哪有可能滿足？嘿，愛上就看你的愛我，是稀疏疏樣的對對，全部心都有鬼。馬上就講你唔偏愛，馬上我講你好奇怪。我過得漂亮，總有意義，情嘅事嘅每一個全部都你愛到你要嘅 boy。唔使伊他愛國家，溫柔父子。已經呼召上海嘅歡樂，你也愛佢從來唔係面對面，都用青春作為本錢，互相牽連，也係愛，用完全不懂講。關懷愛的回憶的眼光，
做怕。也还没结果，你看，俺给陌生动我情，行过这条路，给着反给冲，那一团唔系放弃痛苦恐怖，已经付出伤害嘅分量。你演爱已从来唔系面对面，都用青春做的本钱。付出可怜也係愛，用盡全部攏講，假意嘅關懷，愛就係一個嚴格，唔做怕，唔做怕。作伴，都用青春做的本錢，互相可憐也係愛，用盡全部攏講。關懷，愛就係一個嚴格，唔做怕。哇，想必这一张专辑，明年的客家年底，今年年底，今年年底要发行嘛，对吗？哎呀，明年那个金曲奖，明年金曲奖就靠你了。好，努力，尽量努力，明年哈，希望你可以拿到金曲奖。好 ，OK。但是你刚刚有现在唱吗？你有放水吗？啊，你刚刚有没有放水？没有啊，你很认真哎。很认真啊，对呀，他不能辜负啦，不能辜负这个作品，对不对？黄秋，你不是说要让他说好的放水的老师？对呀，有啦，一点点。好啦，有没有放水啊？听老师的哈，唐先生用板讲啊，这位先生，思想，好，董久冇看到思想哦，看吉他的呢，哎呦，你没看吉他呀？哦，你真的看到董董演台哦，看吉安台，进台。好啦，思想以前离唱民歌的时间，他就是民歌王子。是哦。看吉安多年来，爱认识嘅时间给戴木匠，还就是你知道很青涩，现在变得很有型。哦。爱上他家一聽要佢音樂嘅味嘅，睇佢成希望以年代嘅專輯做得。買咗當好，當然喜歡。來講基本嘅新語還有變聲吼，變聲的嗓吼，雖然講比起以前的唐學有一點點色聲，你是不是練太多？我覺得可能有。我覺得你練太多，我覺得吉娜的歌真的不要常挑。好了，我原諒你們。因為呢歌真的都難，但是我覺得可能因為這個歌吼。真的，你唱得很長，中間呢、尤其是 rap 的部分呢，後面你拍子其實是掉得很嚴重。你回去看，你可能列數夠中央嘛該。吉娜唱歌很厲害的地方就是她內化了。你唱配啥歌，你也要內化，你沒有，你只是好像要把它唱完，而且要唱準、唱對。我覺得那個就少了一點點味道。我覺得這是最可惜的地方。有場子歌某一天要唱，就像星宇一樣，他很厲害。他這首歌短短的，但是誠意到，而且功力到了。他把他最擅長的氣音拿出來。這首歌我覺得讓我回到一開始彈到現在唱歌，我跟你講很厲害。你唱 T 機哦，你聲音他愛國家那個太
太厉害了。他唱第一句，我就会想说，哎呦，这谁啊？那可能回来了，就是回来，大师兄回来了，有没有？而且我画了好多的星星，就是你每一个气音，每一个真假音转换，我觉得是非常高招的。但是还是小问题，希望就会发可能啊音准除了样样都，特别注意一集音准还有气要注意，好不好？很好看的一组，谢谢3位。好，谢谢，好棒哈！来，那是来看分数了啊！进总嘅時間嚟咯，來看一下分數。先嚟看戲變身嘅分數。分数怪怪的，男女有別的，男女有別，奇怪哦。對啊，等他看一下就對了，看一下哈，馮行義嘅分數。好了。真的，男女有別，男女有別，可以哈，你冇喎，每次獎嘅分數。專業就是專業，對不對？對啊，專業欣賞哪有在放水？對啊，而且能寫歌給天王級的人唱的那個，真的這件事很重要。哎呀，絕對不能辜負，是不是？說不在乎，他利用啥評分啊？評分就欣賞，會本欣賞傷腦筋。老師，你們傷腦筋一下啦。開飛一下嘞。哎，现在一激发很多，什么叫做一开口就麻了？我根本就不需要耳机，就可以感受到他要给我的感情。这是一个3个妈的孩子啊，不是3个孩子的妈，对不起三妈臭臭锅吗？三妈臭臭锅，3个孩子的妈，老师混合一下气氛这样。真给，好，对，因为我怕我又掉眼泪，这样，好 ，OK， 我又怕我掉眼泪。哎呀，幾天後來啊？幾天後嘞？幾天後來哈？幾天後哎，像馬沙洲壞人，我其實還沒簽死投胎啦，因為2少等候這2位選手，你可以都留下來啊。我也想啊，淘汰魔王就好了。對，我們本來是2個都淘汰了。回來先啦，我們還是留下星宇啦，因為金兵役他的火力比較集中所以冰勝可能稍稍一點點可惜在一點點落差，但是他是暫時的，放心，沒問題，放心，暫時淘汰，好，沒關係。哎呀，至少我們今天跟這個名創作者可以一起合唱，對不對？真的，一起激勵啊，那懂貨啊。下次要選我的歌哦。好，這是我的問題咯。選他的歌可能困難度比較沒那麼高。他就我粉絲嘛，沒關係啦，哈。好啦，謝謝3位啦，安之 C 走下，魏老師哈，哎呀，謝謝你，好，麻煩你來當魔王。好了，謝謝3位，謝謝回奏休息，安之 C， 謝謝安之 C， 走下，謝謝。好了，殺下來，再讓我從我的左胸抽出第2張，中胸2位，高雄廣播天台節目主持人，高雄來哦，高雄福州那邊來啊，暗山忙嘅，暗山忙嘅，還有國台發通嘅視聽主持人，還有表演嘅嘉賓，哎呦，主持人，對，哎呦，那今天為了來把我們位置，我不會突然畢業搶走嘛？哎，吃都唔會啦，唔會啦，對，因為他大概只有我1/3吧，我覺得機會很困難，但是下一句就衝着我來了啦，他有 Pop 駐唱歌后之稱，聲音極具穿透力，誰敢在我面前說這個話？哦，穿透力，等下跟你來拼看多穿的，唱來聽一下。好，來，一鳴驚人，來。堅強軟弱全部係愛，錯也唔錯，無法度講出嘴。一旦留頓所有嘅記憶，就在風度半記吹響。哎呦，有哦，不差啦，有了。你衝來一個，我就讓你加分嘅。好啦，歡迎佢出來啦。歡迎魔王。歡迎你嘅魔王江克儀，海怡老師，好久不見。Hello，金娜。哎呀，你好。
宽，他是不是只有我的1/3？ Hello，我刚刚想说什么你的1/3啊，原来根本纸片人了嘛。谢谢。因为按抽呢，真的哈，他超有爱心，青斗的爱心的事迹。哦，你有讲，就是去做公益演出也有啊。你不是常在那个你的那个面书当红啊？你就会号召讲，根本给钱不骂啥，我给骂。因为其实我的应该说我们比较人数有在追踪，有冇？或者其实公嘅发一点够相信啊，可能透过我们嘅力量啊，对啊，有可能一点想要赶钱，无如天数慢，按估可能某门路，或者可以透过来脸书来传出去，发挥一点影响力啊，对啊，正经，这样很棒，好棒。我觉得白头呢，麻烦不用睡一下，好冇叫你安樣嘅，好冇唔好講什麼安樣什麼嚇。係啊，按車我哋衝過要按一種出啦哈。好哦，一種出過哈，錄下來。好了 ，TV 出道係乜嘢呢？好了，彭思娟，南部的啊，中央演南部，韓南 AV 來再出呀，再出一種。彭世君的面有難色的感覺。好了，李美倫，哎呀，反陽廖美倫都舞台動作，廖美倫都舞台動哦，哇哦，俊男美女組的畫面好養眼，我先到旁邊去好了。你就退出啊！哎呦，兩位剛剛出道，不易出道的時間，看你們面有難色，有冇感覺？我你講，我用來啊哈，用來哈。凱怡老師，用來哈。用誒講我互相嚟變，我萬一輸退咩會打傷呀，會不捨呀。對，連用白還是會，大家都變好朋友了。對啊，正經呢。還要面對現實的，對吧？好，來，那套馬哥，美倫的從馬雞，我從葉公公，你呢？從門部哥，門部哥有冇後堂啊？你呢？可以嘞。真的？筆呆，拔呆啦，好，南部講筆呆，好嘞，彈3條後堂的歌來彈啊。
开行来一条路，温馨的也忧伤的，阿公的滋养，点中天嘛甲时间，爱经行经验，青春时间。阿婆伏卡有千百条故事，给牛年树下强下吊公公。天丘地波已经先给船的，爱定强下咪喊的。离了嘛该可以离开，摇摆单纯的世界，上演童年。月光光守在路，也个故事我已经详细通到爱，对头摆的流传下来。月光光守在路，根本应爱能变那模一样。对月光大下讲句的老人家。那一个上演童年。春吹呀，为子见不起，八代重重见春时，见出抬头情感嘅春时，下个花圃做东山，遮风遮雨梦子莫愁样。发不动山来加披，天寒地冻，爱自然是假，爬呀爬，爬子大心，下次你心，爬呀爬，爬子空。人生嘅酸甜，也
呦，好好听哦！哇，真的，那多来中国朋友大概谢谢按手来。可是真的贵紧张呢，紧张紧准呢，这他们出来内啊，心的发抖，准都奈。内心昨天在抖音里面觉得抖得自然的出来这样子。当子嘞，谢谢。对啊，那按手用讲真的用按太力量，真的我真的还。可能老去讲生意的三家都讲嘞，太厉害啊，朋友们讲啥么个身材变的啦，变的。个你看按手嘛，中国按有力量，你平常时间有嘛个运动嘛，用我练。哦，你有蛮练习的，思源。哎呀。没彭思源吗？没有，我都是凯伊老师，因为他的眼光一投到你这边来啦。你做一些冇办法做，给我讲生意的，讲生意蛮通。你不卡，你有蛮练习。我常讲会超多隔壁邻居咩？系啊，因为听都卡隔音唔好，这样有的时间，因为像我练高音，你不可能总是 C 嗓啊，对，但你还是需要把音量稍微共鸣稍微扩大，所以。我会先做核心运动哦，要练核心肌群，然后再配合呼吸器，呼吸器，你要配合呼吸器，那你要真的，要被氧气然后因为我又很兴奋，因为凯伊老师也是男客，就是恭喜啊，期间有很特殊，很有熟悉。所以家己创过动有秘籍，对，有熊嘛，很独特，有哈，真的哈，谢谢。所以要练过全部在那练，今天拢做一合体啊，合体，因为视野是宽广的，所以就会。你就可以直接往外走。我们唱完那个河底里面的鱼都变毒了。你以为九品芝麻官哦？你是不是跑到爱河去那边？一共8鱼都会报上来这样。变毒啊！那歌声太突哎。那你呢？你都去哪里练？按不亚吼，因为之前有讲喺頭學教做事，告訴我會按不亞頭嘅你去辦公室。哦，比卡落去，嗰個就模擬咩就太上去床嚟，係啊。哦，根本你们都传有学校有鬼哦。原来都市传说都是这样的，女鬼桥。万有。好了，按三米冲的唐先生的公平啊，好。我觉得今天凯伊做了一个非常棒100分的示范哦。参赛者，你们听什么叫？优秀的歌手哈，除了前面基础阶段我们一再强调的音准、节拍、咬字这些基本功之外，你看一个真正很棒的歌手，像凯伊那个，你做得了每一个细节，都是不是唱好而已啊？他就是我就是这样子的把这个声音给传递给你听，而不是在认真的做一个功课，完全没空用哈。我要感谢凯伊哈，你今天把演唱会的规格大大闹了的舞台，哇，真的谢谢你哈。再接下来讲伟伦，伟伦，吉米亚就做完吉米亚属国的之后哈，主副歌城市尬是能够做开明显的喂，因为两个嗓音穿透力够，所以我从头到尾从主歌到副歌唱完结束，我就是一直在接受你的穿透力，我就会觉得很累了，反而会有压力的。还有就是今天有2个地方，每一次的雄音同念，那个年字的尾音都跑掉了。雄音同念。好，再来就是世军哈，我这种2个嗓音越来越适合唱客家歌呢。真的。之前适合唱嘛个火罗歌，之前就知道，嘿呀。冇按客家啦，没有那么客家，可能也是因为都出来了，客家咪都出来，客家感情出来。今天这首歌呢，雨薇老师的大气，那种大气度，你有唱出来。然后呢，你的哈的那个部分啊，我觉得你太用功去哈它了，太自私了，你知道吗？你很精准的把每一个哈都表达得很完美，反而少了一点灵魂，少了一点 free， 这是你今天的比较可惜的地方。都很棒，加油哈！谢谢。我唱嘅条叫嘅评审欣赏，哎呦，你要叫啊！欣赏用按感通啊！哇，糖豆凯伊，我真的是服了你，我真的是。谢谢。我大概只听
2句吧，我就不想要戴耳机了。那像一激发很多，什么叫做一开口就麻了？我根本就不需要耳机，就可以感受到他要给我的感情。这是一个3个妈的孩子。啊，不，3个孩子的妈，对不起。三妈臭臭锅吗？臭臭锅。3个孩子的妈，老师混合一下气氛，这样。真给好，对，因为我怕我又掉眼泪。好 ，OK， 我又怕我掉眼泪。真给这个是一种很不需要去思考的一种评审的一个角度，因为他根本就不是在我觉得我已经不是在评审，我觉得我就是在欣赏。我觉得你在告诉我，来吃东你来讲故事不来谈。可能俺妹身为一个妈妈，所以我可以知道你这里面的强悍度，还有你身为一个母亲到底想要说什么。所以我觉得1个字、2个字、3个字根本就不需要讲了，这个一听就知道，这根本就无需再讨论它的对好与不好，它就是满分，这样 OK 好，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哈，不然再讲下去又亏事啊。免蜘蛛准批后。好，然后3号了，世军哈，世军其实刚刚国立老师讲的事情，我也有同感。我吃这种亚拜赚了年度所有比赛，吃这种青苔鬼片，就会讲在声线的部分的表达上面已经开始做了重新的调整。按你还今后的事情，所以讲不要太心急，我觉得你太心急了。其实调前的部分你已经很不稳，你都 help 不来慢慢调，因为这个地方从哪里听得出来？第那边弹来出了，嘿，抛来紫外喊乐低转高音的时候，你冲不太上去，硬挂上去的，你会发出低高，你 key 开始不顺了，你可是磨顺所以你在这里面出现了这个状况，所以在这里头还好，后猜讲呀，好加在你后面有稳住，好，某位发你真研究这个分数我真的给不下去，好，真的给不下去。不过来刚刚我要肯定的一件事，你的改变是我觉得是非常好。对他改部分是很有前途的，我希望你再加油哈。另外就还有伟伦其实一样，我跟国语老师同样的想法。其实两个音色一直懂戏法，我也觉得你很棒。然后他就会讲，刚刚出现的问题，我反而比较在意的是，乐团部分的讯息你没有完全接收到，所以你按的表现的方式，你是走在吕伟伦的身上，用你的音色在唱这首歌，可是这首歌给你的 background， 让它出现的模式，你可能只要你偷偷来难听，爱行那一条路，他给你这么轻，你就不要冲过头了。所以它出现了一个背离，你发你那表现的时间，你没有跟乐团本身产生一定的融合度，你很容易就把人家的感情，你把大家想要听你的感情带走了。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中国那是中国会听，某会发为什么要有乐团？其实就会让我讲，这是一个 live band 里面的氛围，因为人家从都唱用力嘞，所以你偷偷啦那唔听，你还没感情嘞，你讲你偷偷啦那唔听，这样子的话，我也不需要拉高音啊，其实我一样可以带入我要的情形啊，OK 吗？OK， 安之森。好，好啊，你讲起了个看分数了哈，好来。先来看彭思群嘅分数。63分。63分。做对。不差。好。下来看李伟伦嘅分数。60分，还可以，88分才会被你淘汰，你90分还在。下来看也模仿，恰可以嘅分数。山那高那重，哈山那唔开嘞。论据很宽呢，很宽呐。对呀，而且还有一点原住民的音，那个原住民的音色，转音那种感觉啊。下来看也模仿，恰可以嘅分数。对。哇！
接近满分了啊！9呢，好运99，真的好运99，又来第4个的感觉，99纯金就知道对，就是这样来的。哎呀，凯毅老师这个一来创都不安样，那么惊艳那样，大家都很厉害，真的。谢谢你来参加，谢谢，也恭喜2位，好不好？谢谢2位，谢谢。好，来合作休息啊，这些。我分享韩 EV 的啦，韩 EV， 好来，来，小姐的魔王来，小姐2位魔王其實佢算係清醒嘅一位歌手，我最近清理好，我體白到。哦，咩體白的呢節目係嘛？應該係哦，好來哦，佢嘅資歷來咯。台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行業組第3名。哦，今年原創比賽嘅都已經不得了啊！當然咯，還有台中市音樂大賽獨唱女高音第3名，獨唱女高音第3名。女高音哦，你注意哦。哦，落水天哦。你這個剪掉謝謝。對，請問秀國歌的領國歌領唱。永蘭，還有一個唱片公司全國歌唱比賽冠軍。哦，唱片公司的全國歌唱比賽。嘿，哎呀，都帶很滿意呢。唔對，唱一下咧，一鳴驚人一下，來，山那高那重，下山那唔開咧。論據很寬呢，很寬吶。對呀，而且還有一點原住民的音，那個原住民的音色，轉音那種感覺啊。你彈給他名，佢就唱原住民。真的嗎？邊疆民族的名字。哎呦，好，我都冇個名。那你就來歡迎薩吉爾。哎呀，薩吉爾，歡迎薩吉爾。金曲歌王、金曲歌后，你好。你來過嘛？對不對？有來過呀，有來過呢節目。體白寬度啊，體白寬度，拍攝。哦，跟之前還忙來假日嘅時節，佢有來過一擺。哦，佢擺來幫我哋嚇到啊！嚇到呀！因為客家當時有一種衝強，那種風格的，那種曲風的那種歌曲，當時。嘿，董事，真的，也上次也是讓我們很驚豔啊！對啊，對，那這一次又可以再邀請你來，好開心啊！嚇嚇大家，哎呀，那今天來先下2位啊，還剩2位，還剩2位，先嚇一下他們，他們已經在上面下很久，還剩2位哈，一張一張抽出來，還沒2位剩凱瑞跟浩神哈，來，他們先上來，哦，凱瑞，哎。還有1位，剩2張了，好，好神，好來，歡迎2位來到舞台當中。哎呦，1黑1白耶！哎呦，真的沒有搭配好了，搭配你們今天2個造型怎麼那麼像啊？對啊，我們是黑白郎君呢，黑白郎君，像超人，你是超人，哎呦，那你的內褲呢？這我昨天才貼上去的，昨天才貼，七卡周哎，七卡點沒有？因為我覺得太黑了，這樣太黑了。哦，對，加一點亮點，舞台上會更閃耀一點。沒錯，那今天就激勵他們2個一下，好嗎？激勵啊，沒來，一起努力，一起加油的。浩辰和超馬狗，浩辰和超馬狗，送給完了，太沉浸在上面，阿勇嘅土地，阿勇嘅土地，哎，都在乜嘅啦？阿勇嘅土地啊，好，阿你呢？千秋一鳴，哦，千秋一鳴呀，一鳴呀嘅啊，你呢？自己的歌，自家創作嘅歌係嘛？哎，對，彈翻啦，好，來。赤橋狂風煙起，漫天風雨中比土地。大步向前行，亂世中點火氣，為家為邦負正義。願意犧牲來保護你，不是悲哀太過壯麗，希望鮮血。
沙墙的土地，浩然之意永不敌。你的忠义永留天地，你的魂魄化作光明，三比英勇，是为心灵，万爱英勇，千秋秘密，你的忠义永留天地，你的魂魄化作光明，三面英勇，是为心灵，安爱英勇，千秋秘密。这时候，人都得两港深情，大鼓里跳飞机在脚边，到了人都得两种森林，穿山绕万树林，好不好？我會到了非常近，三台都希望錯無事情發現，小人般看見阿娘書店入面，天生形容我就綿綿順利，阿娘嘅土地。前进该容易，20年过去，流传到这里，阿娘的土地都不遗无力，只因你經歷過強下嘅非議，阿娘嘅土地，那個兩敗真。嘅神經，並且留年前，阿娘嘅土地，給發的歲月，突然轉到發現沙邊嘅歌曲。聊着故事講本愛聲音來聽。一个那么瘦啊，一个那么小只，唱出来这么吓人。哎呀，整个镇住全场哎。有练过啊，有练过。他是应该是你本身在学嗓哦的啦，他本身就唱。还有核心肌群很重要，刚才有说过吗？有，从视频有讲，可是我没有视频。有啦，你这么厉害。
也是属于他另类的音乐哈，是一开这不同凡响，某公样都某公样啊，哎，某上都某上，一上都大蓝狼啊，对，一鸣惊人的意思啊，吓到哈，这个也是。觉得今天魔王的身材都很小颗，但是声音都很可怕，很恐怖哈。上天是公平，因为太小只了。魏世祥魏老师比较大只一点，也还好，也还好，男生，对啊，他们两个这样，一个那么瘦啊，一个那么小只啊，唱出来这么吓人，对啊，整个镇住全场，有练过啊，有练过，他是应该是你本身还好嗓哦，对吧？他本身就是唱声，还有核心肌群很重要。刚才有说过嘛，对不对？有黄世群有讲，可是我没有核心肌群。有啦，你这么厉害，是哦，我可能是脊椎骨比较宽，核心肌群很大，我跟你讲，是哦，对啊，我只是没有把他们练起来而已。你那个音箱哦，都比别人大一点，对啊，所以唱出来那个。对，灵魂嗓音，灵魂嗓音是不是？好啦，按你从头来唐先生的公平啦，好不好？好来，雨欣老师，好。哇，隔壁黑音乐响宴，真的，因为来做评审青头拜嘞，隔壁嘅魔王啊，因为不记得黑到呀，讲巴沙嘿，这个很强哦，很厉害哦，对呀，大傻都很厉害。那是国 Q， 我们感觉来到大陆新疆，你用这个边疆的这个唱法，哇，好棒哦！尤其那个什么，你的真假音的转换真的很赞。好，这首歌我跟你讲，没有得挑剔，你这首歌你还给技巧啊、高音，你共有练功嘛，那真的是太赞了，太棒了哈！100分，我给你100分。哇，对我很少打满分的哈。好，今天的参赛者，你们也不要灰心，其实你们都有个人的特色。既然是来比赛。
当然还是要把你能够进步的方式来得讲。好，希望说你们在日后的演唱要注意。来，凯瑞要是国 Q 千秋一鸣，一鸣要是国 Q 哦，谢约下要是国 Q 就是要气势磅礴嘛。但是因为你要是国 Q， 你给声音的厚度可以再增强。因为吃动你都在练，我们的声音的那个浑厚度是可以练的。因为唐以聪我认为你是做得到，就是说你在共鸣的部分，比如说口腔很共鸣，因为我们共鸣有分为头腔、口腔跟胸腔共鸣嘛。但是你在冲国的时间，你的共鸣的点，还有每个字它的共鸣的位置在哪里，你抓到之后，怎么样让它的声音是变比较厚？另外，浩辰，你隔壁冲量是狗狗，我以前有听过你唱，你是有进步，但是因为去唱，我现在讲话共发，如果我现在讲话，你谈我们该清楚，老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啊？那我可能咬字不清楚了。要是狗狗因为有好几个点，你给老师我都要很仔细的听，而且你唱歌声音好轻哦。你很轻的情况之下，你唱歌那个有的字我都听不大清楚，你要表达的它的强弱。刚才我不是有讲另外2位吗？他唱歌强弱，你看他们表现的气势，还有你高音，有高音，你又收的又好懂音啊。你该要放出去的声音，你都没有做到那个点，那个亮度，还有它的就是说音色的强度，你都没有做到。然后低音，然后又收的这样子很太呆，然后你又没有唱的完整，所以。要是国客来弹一来，懂有咪头，但是整个总觉得缺少那么一点点。我觉得你的咬字还有你的发音的共鸣的位置很重要。你唱任何一首歌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就以上这个给你们做一个参考啦，加油！好，多带分数样板呢，来看一下分数，好来，可以是一个分数，好。这场人家1分了哈，浩辰紧张了哦，紧张，你好成嘅分數，哎呦2分呢，2分，可以了，一强怎么样啊？在欣赏我双脑筋啊，稍了看你魔王萨吉尔的分数，好，哇。这好像在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次出现哈，拿到100分，哎呦，要颁奖有奖金吗？很欢迎耶！来，我来报啊！俄罗斯人啊！哇哦！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嘿，但是这个要他们2个平分啊，不然呢欣赏伤脑筋一下哈。老师来研究一下。經過激烈嘅比賽以後，陳凱瑞和李浩成共用得到93分。在評審席上開會討論以後，到底乜人會先過關，乜人會選本人暫時淘汰呢？好了，現場討論出來咧，又要搶人哋嘅集體欣賞。好，來做翻譯哈，做翻譯來。今日係呢，正經愛是蒙殺字嘅，因為佢嘅表現做得濃亮晒，你冇看到，不管優點呀缺點，全部有表現出來。因為其實你可以踢一輪的會議嘅時間還是平手，我們還是覺得他們2個，我們就沒有辦法分選。鼓手講，你出用高戲級的表現來講。因為浩辰他比較特別，就是他的穩定度沒有像凱瑞這麼好，他常常好的時候很好，然後那個落差很大。不過給的分數懂夠啦，我們只是暫時淘汰，所以我們今天選擇是凱瑞留下來。凱瑞留下來，凱瑞留下來，好，我們就不好意思，浩辰暫時先淘汰。好，了解，謝謝老師們上場啊，那就恭喜凱瑞了啊。那就暫時先淘汰，對，暫時而已，沒有問題啦，暫時而已。好啦，謝謝啦，謝謝老師，謝謝，恭喜2位啊，謝謝，回座休息，楊子姐。哎呦，
传统组的，传统组的魔王，扁干水，扁干水啊，高中先生讲的扁干水，唔係講鐵干水，咩鐵干誒？扁干啊，扁干啊，係啊，嚟，夾進行嘅比賽啦，比賽之前介紹評審先生。張永平先生、李秋霞先生、魏生炯先生、羅英英先生。馬上就進行比賽啦，好嘛？我有請你 TV 嘅魔王 ，TV 魔王嚟嚟小雞啊嚟哈！大概看到倆斯卡有夢啊，就吃到哦不得了，用版個沒有3兩3做我們的松恩哪可以上2、3對吧？他這個80度清楚。對。兩位先生，做冬天春意，只聽嘅樂事。哎呦，樂事有嘛幹嘛？我是董聰耀啊，董聰耀啦哈，係啊，冇樂事咩做我們的比賽啦，冇其他音樂來配合嘅話，感覺就唱單調。哦，我看他自己都寫講，誒，乜該跳，乜該做嘅冠軍啊，只聽樂事。哎呦，只聽樂事，哦，還有冇？哦有，Andy，哦亞洲老人有關係嘅啦哈，然後呢大擂台沙場組 TV 儀式館擂台組。哦，你個睇到啲咧，然後還有最厲害係，喺世界各地超過30隻城市哦，做客家文化交流係演出。哎，真係厲害不得了，出國就不得了。啲安尼客家安尼經營當中啊，嗬，做得安尼推表客家安尼最近我。做交流誒，做交流摸一道晒，摸一道晒，真係。咩12個，唔過冇人多啦。係咪？11年30啊城市，唔講有幾厲害。係啊，來格有唱一位魔王啊！你有唱以金錢而先堂給衝一下。哦，唱啊！睇下出鏡一下。來，一鳴驚人一下啦，吼，來哦。這彩在兩三片那。當你唱華語啊！有嗰種咪拖哈，有啲客家太語嘅咪拖，冇錯。夾叫嚟搖唱啊！夾叫嚟搖唱，兩位先生 ，Andy 嘅總鳳儀先生，歡迎。係哦，先生好，先生好。歡迎。莊老師啊，他這個啲人咧客家嘅有咩發展得非常嘅成功啊，甚至咩當好哈，啊要當有職業道德啊，職業道德，體態保持得很好。這樣我又中箭了。不，你也很有職業道德啊。那還用保持喺運動嘅特色呢？你這個要很有恆心呢。對啊，我每天要吃多少？你知不知道？我們是要有毅力去運動，對啊，你是要有恆心去吃。冇錯啊，你要放下所有的尊嚴。這個很困難。維持下身材。對，幾位咁樣啊？係啊，對啊。哇，今日真係有唱來呢節目，今日應該按厲害魔王一定要再有唱來。當然咯，兩年突衰呢。係啊，那講嘛該講。我話我朝東方去到嗰度了啊，冇講清楚。因為我朝講來到你客家節目來表演是對自家還有對觀眾嘅負責，就講你作要作嘅樣，冇講安從因前踩時送來安神。對嘛，冇啦，幾條咩？我叫他們做得以後啦，係啦。做得以後。你先生除了唱歌以外，嗬，佢係烘樂器哦。哎呦，你講你最近係喊下來點啊？本來都當樂器都冇啊，學新嘅樂器誒。沒有，我也有去學古箏。古箏哦，嗰啲要記憶啊嚇，仲要唱來嗬。又搶來表演，大家糖，來，恐怖箱來了，錯哈，當然咯，今年也千台，我來根本嘅最大嘅正研究人員，做得好啦，先來，呀，這片哈有 CV 嘅參賽朋友，唔錯，你看4位哪2位不爽的啊？清涼出到幾啊？怎麼？處都係拍誰哈？
你觉得哪2位比较弱的，你尽量收一下。做不得看了，嘿，我空间公真好了。哎，有没有看唔到啦？TV，嘿。哦，也 V 厉害啦，林奕金男兵哦。哦，林奕金太多。好了，让位 V 来哦。我哋冇看啊。係啊。啊，你係什麼嘢啦？唔係啊，見冇旁邊。好，羅秋明。哦，呀，2邊都當厲害哦。排誰？排誰嘛？你冇忘咧。梗係衝飛的。唔會啦，你講乜嘅咧？呼啦咧哈。好。係，安尼冇忘出到2位，做一團兵咧哈。好啊。有請2位來到舞台動作。泰國還有陳明基，都舞台動。來，等一下啊！嘿，2位，嘿，魔王動手師嘛，動手師啊，講冇人聽到佢接客家嘅那有魔，哦，要接有多多哈。魔術師我就唔生哦，用唔生。好啦，安馬上就變咯，好冇？好，係你唱教一下，見泰國唱乜嘅？那唱乜歌？羅山歌，羅山歌，安妮咧，平板，啊，欣賞咧。你有請，你也有請啊！你作為個董事漢咯，來，堂後堂嘅3條歌曲嚟變開啦！人才是不怕窮難，親家。水多啊，一條風啊！鑼鼓綿綿，有公鼓啊！做好三九啊，東一公啊！
人也有请哈，这个唐永聪就有一个密西呀。哎呀，我回想到哇，10多年前的参加比赛时间，一条歌是啊，过关斩将的一条歌，招牌曲，但是从还优秀。然后又从，因为我有问过东道先生哈，因为俩属也有情节算是曲，所以你从歌是有点讲讲述该讲述的那个故事，从历史上面故事，所以佢系属于曲，所以你从歌冇讲，然后三个人有很样嘅对，也有冇用，是allow三个allow。又分别安尼哦，像讲故事安样，讲故事咁哦，所以人家冲法同以前看冇共样，係哦，因為一條歌鹹啲啊，底下要問過先生嘅時候，從嘅時候感覺上冇共樣。唔條白較飆出來嗰種衝法，唔係較温柔啊，較温柔嗎？我見啲係飆嗰種。係就要讓從因條歌講黃梅調嘅種類有冇從演播小姐從感。哦，黃梅調，黃梅調，比如說遠山含笑，沒，遠山含笑啦，遠山含笑，你種一種就是有種姑娘，本來就姑娘啦，不是個係小聲的，有了。遠山含笑，就是有點從小聲的感覺。哦，冇咁樣，佢較小聲的感覺，有做出兩種感覺就出來了。但像他這種就是要老旦的，老生嘛，老生啊。係啊，唔係講即衝落山歌嘅講講會稀里磨啦。哎呀，接運動嘅，係啊，見拜是講來唱歌了，還有人家唱下落山歌，見拜先生是講稀少嘅啲啲咯，所以講少一啲啲咧，少嘅啲啲咯，啊，所以講還是講跟去市場查，如果條拜10多年前有去。哎呦，你去嗰種兒童版嘅呀？唔係啦，唔係啦，腳毛一床，你哋去到，應該符合你嘅身材一起。誒，冇錯。跟那去上啥跟呢？你有嗎？運動嘛？行路哦，冇慢跑。慢跑那種下傷膝蓋啊。哦，對對對，行路就好了，有行就好了。你這個傷膝蓋不行。天天的行，慢慢的行啊，做運動了，對的，沒有這個。有種就睡過啊嘛，心肺功能啊，你做啊，你以後了哈。係啊，對啊，運動當然對身體當好嘛，健康嘛，冇錯，對嘛，哈。安尼好，3位變態了，變官變態了，唐先生的公平。當然，唐先生講一下，請告眾欣賞。好。先講林義堅先生。基本上咧，家個音質都比較特殊。不過佢基本佢唱嘅落山歌，不論樂師啦，個家個強韻吼，做了以後，只不過家己才有講啊吼，有2隻素材吼，係其他一個戲不足嘅，第一咧就第佢嘅不怕強嘅強，佢唱。一個基本伊來了無拉長，較無按慢點，然後前面一句當一共，嗰隻共咪重要。三朝啊，當一共啊，比起日頭風有講過，嗰兩句佢唱了有拉，但是也強。老公呀，可能唔到啦，較無按慢點。其他部分我認為還係唱了以後，有一個韻味。秋米手指佢本身音質以後一條，彈到以後彈，唱也平板也四平八穩。不離過吼，有一個人呢，那聲音就講基本人唱有2句嘅人呢，微香嘅韻咯，伊咧係人才，然後好韻來嘅強韻嘅時節吼，
那个上臂嘅干路吼，又较高一些咧。哦，迄个就讲讲到无乜嘅青蛙干。哦，你要生意，也可能你出嚟啦，你创啊，你冇注意堂嘅嘅音樂嘅人咧，嗰陣創到人啊要較高一些咧。吼，也係一擺要改進嘅素材。至於根本嘅咧，裝修之創也葉有情。葉有情本來我講過，也係屬於一種廣東語王，廣東語王，嚇，係個戲曲唔係人差。故所以根本嘅張老師嘅創法呢，佢係種戲曲用流行歌嘅創法來創，佢咩唔係完全照戲曲嘅創法來創。對於講根本按嚟來創。我也會伴一個裝修師，有啲位一個人嘅建議嗬，佢有啲位是佢要做一個戲曲嘅意思行腔來創，可比講亞攀岩，佢就創亞；二嘢嚟佢創二，佢唔好創長嘢啦、二嘢啦，佢唔好嚟，二嘢啦，佢也做很多意思行腔。但是佢有的素材咩不一定有意思行腔，故所以意思行腔就全部意思行腔，也仲係老人嘅建議，大家就創到不差啦，加油！好，哇，這大朋友有參考中啊，了解到按成嘅東西啊，係啊，你我先生補充一下，好嚟，今日三曬嘅歌唱呢，先至頭先教長講，林志堅先生。越唱腔越潤，到一般人呢，我感覺非常嘅特殊。唯一好缺點呢是講，上音方面有多少嘅，那天然人哈，也難摸，是講希望能夠講安排照顧咧，上了部分呢能夠好講到，你個人啊認為講話非常特殊。至於老千妹小姐呢，佢們唱咧平板，上。冇問題，非常涼，非常清，非常甜美哈。我愛感應本於啲啲嘅建議。我哋三個啊，唔單講堂上，還係堂上。你嘅古代人嚟講，戲路上能夠有來做隻好明顯嘅氣配嘅時候，你三個會還能好談，還能甚至還會好好。什麼先生？至於啦，冇往張小姐呢，你唔是講哈。身經百戰，喺出動嘅三個比賽，搶嚟看佢嘅愛獻呢嚇，大獎簽喺度。我頭先講咧，我希望將你所學嘅咧專長咧，不管喺任何一個場合咧，將你啲好嘅嘢來傳授俾我哋下一輩，共同為我哋客家嘅音樂嘅客家三個嘅水準提高咧奉獻嘅努力，希望嘅。好，對那個音舞動態啊，傳承，加油！好嚟，看一下3邊分數，好嘛？先嚟看林義堅嘅分數。香哦，對先分嘅，對錢都冇咁樣啊。係啊，沙嚟看羅朝美嘅分數。哎呦，行下厲害啊！行下厲害，係啊，然之後嚟看模仿嘅分數咯，見咗我，見咗啦，來看一下總防儀嘅分數，這個經驗值太高了。哦，哎呦，個沙咧模仿嗰度介紹下你嚇。做冬天創意對衝組、平板組、小跳組、冠軍。哎呦！看一下總防儀嘅分數。來，哎，冇變啊！哎呦，3邊分數都按高啊你啊！按高咧。哎呀，哦，冇問題啊。冇問題啊。兩邊嘅分數應該冇變高啲。冇問題，係啦係啊，模仿 P K 係相當平和。你又冇上講啦，唱歌
爱是讲爱来冲山歌，跟你讲，冲本一家堂，一家堂传庆祝要传承啊，对嘛哈？哎呀，哦，安尼3位分数都安好，哦，安尼谢谢你来做魔王了，明白？当翻译，安子生呢，多谢呢，哎呀，恭喜2位啊，恭喜啊，哈，安子生，好了，谢谢了，谢谢3位哈，回座休息，安子生，谢谢。呀，他说出来了啦，然后2位就说不出来了，然后2位可是看到2名单啊，就知道了。真的吗？两个这个经验值太高了。哦，还有个沙那魔王啊，介绍下来哈。马该都冇一本人穿啊。手机啊来。正经的，做冬天创意，对冲组、平板组、小跳组、冠军。哎呦，系咪？马该都冇一本人穿。係魔王啊，魔中央。還有國台發通電視節目自聽嘅表演嘉賓。哎呦，好，係啊。係沙雷。哦，還有啊。還有。就代表你台灣啊，去美國、加拿大巡迴演出，全部會出國比賽，出國表演嘅。從莊鳳儀先生講誒，係強用嘅。哦，咁代表人國家嚟，全都被做文化交流。哎呦，你也比好嘅咧，好嘅，撐一下，出賞一下，好出賞一下。係一鳴驚人來。三馬煙來火一度，叫哎呦，還有咪頭哈！係啊！哇，要好好地介紹下嚟啊！請李先生出來，歡迎！請你嘅陳淑李先生，歡迎！來歡迎！歡迎你嘅淑李先生來到舞台嘅同我，聲音好，慢慢嚟行哦。哎呦，走得很強，對。先生好，2位主持人，尤其這個先生行出來冇咁樣啊，冇小碎步按個行出來，慢慢因為請叫冇做嘅，太步就行出來了啊，意思冇咁樣啊，係先啦，因為係做當歌一個，哦，歌掌係，難得做歌掌係啊嘛，唔過你從頭表演有冇難度？係咩？哎呀，講多了。因為哈，我非常失望客家咧電視台哈，人家打擂台，冇人係唔記得，見邊嘢啊，千歡喜來上呢個節目。那有可能我唔記得啦，係蒙先生來咧，按讚咩按優秀嘅先生咧，一聽到有唱嘅節目當中，從頭來唱歌本太自係啊，就像家魏先生講啊，傳承啊，冇錯，係啊，本日嘅經驗啊，傳播喺啲所有沉水朋友啊，大家冇欺嫌當然咯，係千老醫療大家交流。係啊，什麼先生點樣來？人嘅任務哦，就做魔王嘛，哦，所以個恐怖箱嚟麻煩嚟，搶來，你樣出係啊，要存2位啊，嚇，加4位已經出得2位嘅嚇，2位就麻煩出一下，我慢現場啊，啊，嚟。做嚟看嘛，來，做嚟本嘅，本嘅，哎呦，鄭景勇先生，鄭景勇先生，好來，最尾一位嚟，你嚟出一下好嚟嗬，我看咯，係啦，好，那個麥尚美先小智，好啦，歡迎2位來到舞台當中。係啦，好，麻煩2位啦哈。哎呦，今日安尼，誒，陳淑姬老師嘅動力好喲。冇人講，你介紹下首歌，一鳴驚人嘅出來哈，個聲音就嚇過癮啦。係啊，幾好癮哦。安尼今日欣賞都呀，啊，就帶動一下本兩位較有動力咧。哦，唱較好的喂。哦，嘿，慶祝一團欣賞，變得一慢。挑戰幾個？這家呢唱嘛？唱嘛？三國志。三國志。安尼。平板。愛你欣賞咧。我來唱半山腰，半山腰，半山腰，好，來彈歌啦哈。嘅名言。過了河那長啊，又過了潭
姑娘哈，欣赏正经冇穷用，冇穷用哈，而且牺牲呢些张开始接触到啊呢，係對，因為我做每家可能我落台參加歌唱比賽，這個邊開始對我就好些客家歌都特別請客家歌謠版，就開始咁樣唱定來。所以呀，你唱了已經有應該有20年了，30年。冇啦，咪40，唱到40 30開始。30開始。所以唔知邊個呢度先？條條會講。你看有冇怕條條喺電視全部會播出去？開始啊，唱了20年。所以呀，呢度說差唔多自家說，看唔出來保養到以後咧，很好。冇那老誒，真是老誒，用歲月都臉上，騙不了人的。尤其那個體力哈，真的也是騙不了人啊。沒某一聽誒，他進來就講很逆齡誒。你逆到哪裡？因為我玻尿酸很多，可能就還有傷心。你看人家個面啊，好溫順哦，啊，真是。逆齡，逆生長出來啊！哎呀，安尼金融哥，平常時啊，聽講係冇啲嘢嘅乜嘅推動佢哋。米國好搞係嘛嘅？米國啦，米國。米米國稻米的米，出產稻米咩？那個關山鎮農會，嗰度佢哋從嗰個搖槍嗰啲嗰啲樂團嗰度用，樂師嗰度去嗰度演奏。嗰度聽到個觀光客會去咩啊？佢哋其他會舉辦那個是公益活動啦。那自由捐助。加上就時間啊，咩會去嗰度。就像街頭藝人一樣，像街邊藝人，個錢都自己屬於了。冇啦，佢捐助到那個慈善機構。哦，係公益活動，公益活動，自己屬於個。錢佢自賠位全部，自賠位變落來啊！嗰啲人錢全捐出去。冇啦，我睇下就會有愛心嘛。係啊，阿麥秀米在這裡。你呢？平常時做乜嘢？運動啊，係啊，係啊，就吃飽飯啊，哈，圍繞先生窮下兒嘅工人行路，行差唔多要半小時。是練肺活量之上嘅啊，運動啊，健康啊，對對。下巴會。那麼比賽沒有體練了，對嗎？中國體練，體張有救啊。對呀，張會好哈，對呀。安尼3米啊，創提了，表現提了哈。唔錯。安尼嚟唐先生嚟，好好嚟公平下。像你嘅國寶先生做得哈。好啦，好，那位先生嚟公平啊。秋夏先生，向秋夏先生公平啊。金庸先生吼，嘅聲音當啷掉，吼，都無法講。唔過唔記得吼，你一唱歌可能咩要練唱多嘛嘅，你輸音嘅時間要好聽，認真唱，吼，你聲音輸音嘅時候，我感覺要比較合拍啲位，冇以前按實貼，所以你注意哦，你冇調整啊，不用開聲，但係幫你輸音嘅時候，你音質就變咗合拍，好。感覺他沒有這麼按盤啦，我們聲音就強調都沒有。你唱歌聲音質，唔係講同你要太聲啦，好注意強弱都注意到。好，你平常建議哦，你要好聽，然後認真唱嘅感覺要很弱調呀，嗬。淑美嘅聲音質冇法講啦嚇，唔過都易見了一條線嘅時，咧我感覺都易哦。效果多少一點嘅，還有語劍嘅劍，我今日嘅梅潤哦，輸音嘅時候有點嘅準音，唔注意認真唱嘅彈嗬，你可能自己冇注意，我不貼切，在耳機就會彈，我認真彈，有點點嘅啦，嗬，但是你係能夠過去就更加好啦，嗬。屬於咧難做嘢佢做到啱嘅嗬，要講呢呢嗬，人家長條去比賽能夠冠軍嘅聲音非常好，哦。兩途清好，要出半山腰咯，就南部劉傳啥的，以前劉金強先生會唱，我哋去美國表演時唱啲彈吉他咧做歌劇，哦嘅裝得非常好，嗬，所以佢本意就肯定，嗬，非常好。好，什麼先生？陳先生，好啊，今日我想
真紧分数吼，讲难拼袂当难拼呐吼，讲好拼袂当好拼，就是其实我感觉吼，到安样应该介团比赛，其实会上老七家比，日摆会比日摆很下进步吼，就准讲你微信上讲嘅，模仿来系其实系来本你学习嘅吼，所以根本呢介咧比赛讲真紧当做一只当好嘅一只示范来看吼。首先来讲正线上呢介三个字，其实讲真紧日上日流来讲都当好吼，对日开始到了下，日期都当好，所以讲系讲本意建议了摆介三个字，我感觉你从嘅时间人民虽然做到当奖，不过上世界人民唔系全部大家时都做。好，上次有道时呢，你讲意思来很强，从么哈？譬如讲，你该听一句歌词配说，好，你全部该你讲你系音会留下来，我感觉听到咧。歌词配说啊，好，你唱那些歌词配说啊，好，你大记都入。大家时就要留下来哈，我就感觉会听到。云迷哟走哪江啊？好，云迷哟走哪江啊？四只时就三只时全部要做云迷。好，我就感觉你可能做啲你来讨论看，係唔係用班來唱嗬？豉油醬雲米，咪本應感覺當好睇。好，你係我本嘅建議嚇。希望你，再下來嗬，麥太姐嗬，你見唔見個平板？你個上我感覺日擺比日擺好咧，可能季比賽之後嗬，了日茶們上可能要當作暖身人嗬，我感覺你擺個平板真緊哦，從起來要你。就進步嘅水準出來咧，嚇，所以當傾聽你，不過你見俾嘅平板技術談起來非常嘅好，不過有兩隻事我想讓你討論看，係唔係做得群用班場合嘅強合作？第三件嚇向前朋友，嚇，你講嘅些係向前朋友，不過長嘅時間就當場唔係到向前朋友，嚇，所以講比如講依個你係喺個聽一件嚇，吃固吃就係知。好，吃固又係知固，好，可能談嘅時間你聊聊有點冇乜嘅確定，所以從到每比賽見來經驗嘅時間，嚇，你係時可能你就係下注意到，嚇，我相信安樣對你來講，從起來呢會很下好，很下加分。好，接下來就係你親線上哈，其實親線上戲質也好，上也好，其實我感覺你好特別看到你唱歌都當輕鬆，韓國係你當好學習嘅啲目標。就係你嘅生活啊，嗰度當聽落聲唱歌，你看起來咪當輕鬆當自然。好，我雖然錯到兩片，唔講你唱歌嘅時候，我咪當享受，你咪係我學習嘅目標。希望你今日帶來當精彩嘅表演。好，安全真係創業嗰個冇人改啊！係啊，做到嘅遠面做到當準，真係好聽啊！踢到咩都唔得，踢少咩都唔得，奇怪。好，嚟看一下3位嘅分數咧。好，先嚟看鄭景榮嘅分數。係咯。有。當高分。好，再嚟看麥秀美嘅分數。嚟。老朋友強用哦，係啊，用線上唔知幾多款。用幾個禮拜寫某人較厲害嚇。係啊，寫得加油。寫得較唔白啊！奇怪，我輸得咧。冇來千里花差一款。看一下魔王嚟。看一下陳淑儀嘅分數。好。所以佢今日那個參賽朋友全部都分數嚟講，都冇幾多年，年過嚟咧，年突衰咧。對啊，全部都很厲害啊！太欣賞，寫欣賞啊！真的，以後應該咪全部都魔王嘅，全部都係咧。係，恭喜哦！分數全部拿到完吼，所以亞種分數我相信應該我邊國體嘅機會較冇按改啦，較冇按改啊！但是我迄個種出隻88分的，把佢自動是全淘汰嘛，你也得冇可能嘛，冇可能啊！分數按高，
继续加油，继续再变落去。希望两位，恭喜两位。小机子安这些啊，什么多车来做模吧。安这些，有喊张来啦哈，哎呀，希望无去险，多亮相。从跳转来，从跳转来。好，安这些多谢三位哈，谢谢谢谢，好，专业浪潮，谢谢。啊，你今日比赛睇下，好，第二个比赛了，比赛了，好唱歌的朋友，加就报名哈，加打電話096667066，還有傳真電話022777823。好，等大家就報名啊，等打電報。啊，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因為呢，我們要多謝辛苦的評審欣賞哦，安謝謝謝，辛苦你，恭喜各位哦，韓國本台繼續加油啊！希望小強老師還有汪千欣賞，謝謝老師們，謝謝，還有我們工作同仁們，大家非常辛苦，辛苦嘞，謝謝大家。下禮拜我們記得一定要準時收看呢，老年大禮堂。